去年食道赛车弄死新北警察查某人黄国维，一审宣判高频法官甲判关18年6个月。北约答应甲国防军费有关到 GDP 5%，唱表态支持北约第5条款，成员国做回防卫。巴西游客去印尼爬山，爬落去600公尺深的山坎，救援队找4天才发现遗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静。新闻头起先来看去年7月，新北三重埔一个半暝仔食毒赛车的查甫人黄国维，伊驶正向，佮爬到真紧，甲一个28岁警察弄死。法院一审宣判，高频法官是判黄国维关18年6个月。去年7月，全国发生第一件执勤巡逻的警察，和颠倒向佮食毒赛车的查甫人黄国维冲动，结果殉职的事件。事后，新北地检署就公众往来安全、致人以死罪罪嫌起诉黄国维。日新北地方法院做一审的宣判，黄国维被判18年6个月，会当上诉。有比我们想象的高。那其实也蛮谢谢国民法官，就是反映了全国的法感情。整体来说，最不能接受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不在乎，对于交通法规的漠视，还有整个过程理所当然的感觉，那这我相信对家属是蛮伤痛的。和警察的家属真疼心的，就是姓黄的警察，伫殉职的时阵，敢若28岁，已经结婚，有一个后生，是厝内主要趁钱的人，却拄到食毒赛车殉职。过去新北市敢若伫网络公布食毒赛车、食酒赛车含拒测的累犯，即马新北市交通裁决处第一摆甲这个累犯的名、头像含违规的地点公布伫各区公所、警察局各分局等公布栏，希望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这摆公布食酒赛车含拒测累犯的名单拢总31个，敢若食酒食毒赛车第2摆都26个。赞成，就有贴才比较明显啊，才知道是谁啊。你都有就是犯法的想法了，被公布出来，你可能也不会去太在乎吧。希望可以提高民众对酒驾议题的关注，那可以达到一个警示跟教育的效果，来降低酒驾的一个发生。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表示讲，新北的公告是以涉及伫新北市的民众为主，若是外县市的民众伫新北违规，会发函予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来处理。但是，甲违规的名单公布伫公布栏，敢真正会当有警示的效果，降低食酒食毒赛车的发生率，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咧新北三重埔，今仔早起一搭建案工地头前的车道，向落一坑，有5公尺遐深。海边一台沙石车全并倒掉伫咧坑内底，加在无人受伤。若初步研判是工程无做好势，造成地基漏气。市府即阵已经下令停工，要开发。沙石车临时停伫路边，但是涂骹刷向落落去，车身一个出去，后链落落去，规台车对正面变过去，掉伫坑内面。他现在要带头走而已啊，其实大路落落去啊，去讲到迄个典型的蓝线呢。车辆是慢慢的倾斜。后面是有人在那边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车路破一个大坑，这个坑有4乘15公尺，落落去有5公尺深。工程人员紧急到场来抢修。代志就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埔的龙门路，时间是日落早起的8点外。工务局推断边建案的工地的时间，都是造成落落去的原因。为做妥相关安全维护措施，已经违反建筑法63条的规定，我们已经予以现场勒令停工。那后续最重得核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目前尚无扩大的部分。这个地方呢，临近淡水河，非常的接近，它的地下水位受潮汐的影响非常大。那再加上三重地区的土质所以比较疏松，所以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造成地质的不稳定呢，而衍生这个坍塌。就算无人受伤，但是营造商已经奉下令停工，各位依法来揭发。事故的调因，工务局初判是工地在做连续壁的工程，造成车道的地基流失，是讲的车搁载满沙石拖远，相当原因和路面是未堪得这么重落落去，但是详细原因搁要等后壁厘清。第一次遇过，地质的关系才做连续壁啊。一般这边的话，三重应该都是做钢混装啊。这个登得起的工地伫事故发生进前，施工的过程早就已经发生崩坑的现象，即马搁造成路面规个安尼落落去，业者嘛方发现讲，因无照规定来申请通行证，互警察检举，相关会当罚因4000字。没有后续的一个灾情的话，预计今天都可以做一个结束，地基把它强固起来。即摆现场是持续在交管，坑的4库底也是用交通笋来警示，等公线检修完成就会开始回填。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屏东盐埔乡甲马甲乡路边角，
气象署表示，因为有一阵冷心低气压通过，这种低气压中的温度低，来到台湾地面的温度高，所以天顶的空气寒，地面热，才会造成比平常时更较强的热对流。气象专家是预测拜五可能会出现同款的天气，规个西半部拢要注意。那透强风向大雨，搁单雷公，闽南县保险乡进行川顶村增加马家乡三河川，甚至出现冰雹。民众正好奇甲冰纸捡起来翕。气象署恒春气象站证实，26下晡因为冷心低压通过，出现强烈热对流，也搁有真激烈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的上空有冷心低压的通过，屏东平原今天下午有强烈的热对流发生，那这些热对流常伴随着打雷、闪电与剧烈降雨也有可能出现较长阵风跟伴随冰雹的发生。气象专家解释，冷心低压大部分伫海面形成，伫大气层底层的高空，中心温度比周围较冷。进入台湾陆地了后，地面的温度高，形成顶悬冷下骹小的状态，搁加台湾的地形甲热力的作用，对产生比平常时更较强的对流。冷心低压的东边跟南边这个地方通常都会伴随着一些比较旺盛的这个对流系统，所以造成就是高空比较冷然后下面的部分温度还是很高，那再加上台湾地形还有这个热力的作用，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热对流的这种现象，那比平常的状态要来得更旺盛。日前冷心低压会搁较靠近台湾，桃园、新竹以南西半部地区拢有机会出现真强的对流，提醒民众注意。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顾问总监贾新兴示警，6月30至7月7日，太平洋高压偏强，到时阵大台北地区要注意偏悬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调查局南基站的人去敲台南市检科会主委的办公室甲住所，那主委本人嘛，互带转去问话，那像是和特别费，阁有公务车的证据有牵连。那台南市府表示会依法行政配合调查。办公室头仔年久来，看房当中会当看到人影。台南市检科会主委王志成是面烧叮当，落尾甲喙暗挂开。结果入去到台南市检科会主委室的人来自调查局南基站，照地检署的指挥，26透早朝台南市府查考相关的证据。是什么业务吗？我都不知道啊。那就让他检举，乱检举，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专案技术甲检讨会主委的特别费公务车的使用有关系。经过了解，检调接到检举，王志成技术特别费使用无妥当，也涉嫌以公务车接送亲人。透早分别朝伊的主委办公室、徛家等等，也甲王志成甲其他的证人带到去南基组讯问。我们秉持依法行政的原则，那我们会全力的配合检调单位来厘清案情，期望能勿枉勿纵。大概第一个特殊会，第二个我们听到是交通车适用，这全国上流行的项目，按检察院开始了，各县市拢有这个代志，不是甲单市。台南市府防超所不是第一届，前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玲设立光电的备案，检调2届超所台南市府，这届又有检科会主委互人检举，不过台南市回应立场未改变，会全力配合调查，因为案件搁在执行当中。台南地检署会看检察官调查涉案经济轻重做出决议了后，才搁对外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印尼第2关的山林加尼火山风景真水，真侪外国人会来行打。一个为巴西来的26岁查某游客，前几天和朋友相招去爬山，煞无细致脚踏突起，滑落去600公尺深的山坎。因为这山区的地形较狭，天气搁化变突变，所以救援队是找4天才发现遗体。那这个查某游客呢，是巴西真出名的舞者。这救援过程伫咧网络直播，有几若百万人咧收看、咧关心。天色已经暗，这是林加尼火山国家公园救援队甲医护人员无用甲受难者的遗体扛去哩救护车。确认受难的是即马26岁巴西舞者朱利安娜·马林斯。对于在线相片会当看到，马林斯除了舞者的工课，也真爱爬山。伊最后方发现受难的地点，就是伫印尼龙目岛顶面这粒第2关的林加尼火山。外电报道指出，马林斯顶礼拜伫林加尼火山爬山的路途当中，疑似是无细致滑落去山谷了后就失联，因为当地地形真狭，山顶的天气搁多变化。印尼的救援人员开4天的时间，才伫24透过录影相的仪器找到伊，并且确认伊已经无生命现象。
Dengan ditandu ini memang akhirnya memerlukan waktu yang cukup lama. Pada pukul 15.50 kira-kira korban sudah menyampai di pos Pelawangan Sembalun. Dan perjalanan dari pos Pelawangan Sembalun ini menuju pos yang ada di kita ini memakan waktu kira-kira 6 jam. 根据外电的报道，救援队也甲这段过程向赶到当地马林市家属说明，并且已经得到家属的理解。马林市伫巴西是真受欢迎，所以伫这几天救援的过程，巴西全国有数百万人透过网络专程追踪。不过马林市的亲人甲民众落尾煞得到不幸的消息。公司新闻七家人朋友。来看越南上大金融诈骗案，这越南房地产第一好野人张美兰涉嫌甲银行骗271个美金，下代票是要8,000亿，和越南 GDP 的6%是差不多多。那去年4月，张美兰去互法院判死刑，不过这阵案情是出现新的变化，因为越南的国会修法，为今年7月开始废除贪污等8项罪名的死刑。等于讲，张美兰是该判关一世人得过死刑啊！而且张美兰律师表示，若准张美兰赔偿4份3金额，未来阁有机会会使减刑。越南房地产华裔首富张美兰涉嫌透过股份掌控越南的第5大银行西港商业银行，并且透过真济间空壳公司，伫10多年之间继续增压贷款，含使用现金。偷摕银行270亿的美金，大约是代表7882亿，大约占越南 GDP 的6%。68岁张美兰去年4月被判死刑，这桩越南历史上金额上大的金融诈欺案，煞出现大变盘。越南国会2月表示，对7月开始，越南要废除包含贪污，还有受诬陷、间谍等8项罪名的死刑，也予张美兰逃过死劫。这个消息对受害者来讲是无法度接受。因为西港商业银行的主管买人拢是当地一般的百姓，因就是投资银行是上妥当的，想袂到新会煞拢乌有去，因敢若希望政府会当倒主持公道，把损失的艰苦钱讨回来。Tuyên làm sao để mà công bằng cho dân, phải đủ được là cả phần nào đấy gọi là đền bù, làm sao dân nó gọi là có một chút an ủi. 2 năm qua đã chờ đợi mòn mỏi như thế này. Mà lỗi này không phải là lỗi do dân, lỗi là do quá tin vào ngân hàng, mà lỗi là do thanh tra giám sát ngân hàng ăn hối lộ và thanh tra chính phủ cũng ăn hối lộ, thì bảo làm sao mà dân nó không khổ. 张美兰的律师对媒体证实讲，张美兰的死刑会改判做致死人监禁，并且表示已经通知张美兰，而且伊非常欢喜。实际上为着求生，张美兰进前就真积极变卖资产来行孝。律师也表示，就算已经确定免死刑，但是如果张美兰会当满足赔偿所有损失金额的3/4，未来阁有机会互人考虑减刑。因为越南有关有10项罪会当判死刑，包含谋杀、卖国、恐怖主义、甲性侵囡仔等等。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插手以色列和伊朗拢配合停战 ，Trump 讲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后礼拜要会谈。虽然 Trump 强调美国已经崩盘伊朗的核设施，不过国际原子能总署也是希望会当回去伊朗确定损害状况，调查核原料下落。川普在荷兰的北约峰会顶悬针对伊朗的问题表示讲，经过12天的交战，以色列和伊朗双方拢已经真忝，核设施嘛摧毁，但冲突嘛是可能搁一摆来爆发。伊的政府暗算后礼拜和伊朗来会谈。We're going to talk to them next week with Iran. We may sign an agreement. I don't know. To me, I don't think it's that necessary. I mean, they had a war, they fought. Now they're going back to their world. I don't care if I have an agreement or not. The only thing we'd be asking for is what we were asking for before about we want no nuclear, but we destroyed the nuclear. 川普嘛大文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在美东时间2日早起8点，就是台湾时间暗时8点，和军方的代表伫五角大厦举行重要记者会，讲是要补充纽约时报和 CNN 做的遐毋是事实的报道，要来捍卫伟大的美国飞行员的尊严。
另外，伊朗的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25是伫中国青岛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伊感谢中方对伊朗的理解和支持，嘛希望中方会当继续来主持公道，维护停火的局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帕克普尔是经过敌人卖犯任何错误，因所有的战术转头已经靠起伫庆家顶悬，随时准备好要回敬敌方。虽然美国中情局表示讲，可靠的情报显示伊朗的重要核设施是受到重创，中建需要几啊年。国际关注令总署 IAEA 的署长格罗斯表示讲，即马上重要的就是较紧，互 IAEA 检查人员登去伊朗，评估实际破坏的状况。5月底的报告是显示伊朗有制造高粒核弹的原料，即马必须要较紧来确认伊朗高浓度浓缩铀到底伫倒。不过，伊朗国会日时是通过暂停和国际关注令总署 IAEA 的合作，因为因不满核设施和美国安尼帮，但是 IAEA 说小可谴责拢无，已经反背自身的国际信誉。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北约峰会打算过，伫咧川普压力之下，北约答应甲国防军费为 GDP 的2%求关到5%。若川普公开表态支持北约第5条款，也就是集体防御。任何国成员国受到武装攻击，其他国家就要采取行动，主动参战。I stand with it. That's why I'm here. If I didn't stand with it, I wouldn't be here. So you would defend countries even Well, what if they did I don't pay just up say? their fair Yes, share? of course. 马大大批评北约各国白吃白啉，搁真侪个威胁要退出北约的川普，介条过去强硬态度，伫北约峰会坚定表示会支持第5条款。因为这届伫川普的施压之下，北约各国也达成共识，要伫2035年进前，甲国防的支出对 GDP 的2%提悬到5%。这5%当中有3.5%是传统的军事需求，另外1.5%是军事相关的项目。因为北约峰会做出历史性的声明，川普也公开大力支持第5条款，展现团结气势。不过赛后立即对川普的一句话，互伊受到媒体的口舌。Fight like two kids in a schoolyard. You know, they fight like hell. You can't stop them. Let them fight for about 2-3 minutes. Then it's easier to stop them. And then Daddy has to sometimes use strong language to against them. 针对伊叫川普阿爹，你着解说，迄只是一个比喻。不过，第一条互川普的私人简讯，你就是写你达成数十年以来无一位美国总统做会到的代志。这内容全部互川普公开。事后，你着也互欧洲的记者质问讲，是安怎这场北约的峰会看起来亲像川普的胜利，毋是北约的胜利？暗中批评你着上过破川普。也那中边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顶一回 G7 会议，川普是赶呼呼就离开啊，泽伦斯基白白走一转。这回泽伦斯基换正式的黑色西米落来，川普注意到啊。He's all dressed up today. 泽伦斯基并无参加北约峰会，伊是伫川普会后和伊单独见面。这届川普也讲到，考虑要提供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印度、波兰和匈牙利的太空人拜三坐 SpaceX 太空船上太空，拍算伫咧国际太空站待14天。这也是这3个国家让几若10年来，才搁甲太空人送上太空。在印度、波兰甲匈牙利太空人的 SpaceX 升6号太空船，比当时间2号透早由6用9号火箭自福州顺利发射升空。这是这3个国家数十年以来头一届甲太空人送去国际太空站，对这个国家有重大意义。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透过实况转播传到印度的时，守伫场的太空人家属是激动甲流眼泪。बहुत बढ़िया है कहें और क्या कहें क्या न कहें तो सब आप लोग देख ही रहे हो अनुभव की कोई ज़्यादा इमोशनल हो गए थे पर अब ठीक है लेकिन खुश हैं आप 各印度的学校安排学生集体伫礼堂来看这场太空的大代志。It's a problem for Indians, and it inspires me to become a space scientist. I've always love to read about sci-fis and all of the stuff, but this is inspiring for us as a student. 印度顶一回送太空人上太空是1984年，当局规划会伫2027年重新启动载人的太空任务。这个行动互看作是向这个目标关键的一脚步。印度总理莫迪随伫 X 平台发文，祝贺印度太空人顺利升空，全国落实花头见面。India is no longer a follower. We are equal partners in all our collaborations.
对波兰来讲，这届任务同款刺激着因公营的民族情感。总理杜苏蔻伫 X 发文讲，咱成功啊！波兰已经春秋满天星，印度、波兰甲匈牙利顶一届送人上太空是伫前苏联的时期，因也伫2月出发的3个太空人，按送伫太空站停留14天。因的指挥官是由美国 NASA 退役转任私人太空公司的费德森来担任。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有一位日本料理师，伫咧全球开60间餐厅，有日本料理神的好名声。伊出国拍拼的辛苦，唔愿放弃故事，即阵拢拍做纪录片，要伫咧美国放送。If you would ask people today, who is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y won't know his name. But everybody knows Nobu. 现年76岁的上久信行是美国日本料理界传奇人物，伊真够处理高贵的食材。Every dish is like for me like the art piece. You know, have to be the beautiful and also balance the color, and so tuna and the caviar have to be, you know, how much is the amount. So everything have to be the balance. 也当互平常时伫食的寿司变做好食的手路菜。In the 80s, I remember sushi being, he made sushi chic and he made it the 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ed to eat. 日本企业关来的上久信行，高中毕业了后，就伫餐厅洗碗学做寿司。不过，伊去美国阿拉斯加开的头一间餐厅，煞2礼拜后，因为电线烧到烧了，互伊真失志。And almost I tried to kill myself, but I didn't because, you know, I learned some love and support and appreciations. 上久伫亲人的鼓励，重新出发，搁伫洛杉矶开店。伊的料理风格，老婆伫年愈真介意，促成伊甲事业拓展到纽约，尾仔搁开到世界真侪国家。目前有60间餐厅，上久的料理会开甲全世界人拢介意食，是因为伊会当食巧妙，迎合在地的食材，搁勇敢创新。像讲，伊伫夏威夷一场资深暗宴所发明的手路菜，墨西哥咸姜仔青柑。So yellowtails slice, jalapenos chop, and cilantro, everything to mix it. Then with the yuzu and the little soy sauce. Yuzu means Japanese citrus. So then, you know, bigger the plate. Then people biting. Not only the soy sauce and the wasabi. So different sauce, different spice. People like it. 上久信行的故事，即马互人拍做纪录片。7月初会伫全美国上演。伊希望借由这个影片，甲少年总破西分享心得甲经验，也希望会当鼓励世间人自我挑战，安尼就会当行出无共款的人生。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台记台金曲奖专题报道，今仔日来看台南的查某囝李德心，伊有一首歌号做《足芳足芳》，是用台语发音来唱，引起讨论。安奈伊的台语专辑《水》是描写女性的观点，今年入围金曲奖6个奖项。我穿前拖，开拄我个拖，有影有汤，有味有头啊。用华语的发音来唱台语，李德心的这首歌《足芳足芳》，互伊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伊讲自细汉就最爱看电视，创作灵感是对天使玉玲珑来的。我以前顺歌拢会讲一句，讲 Bonjour, bonsoir, bon vivant。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是袂晓台语的，但是伊听我讲即寡音乐背后的故事，我是安怎写这的歌，用啥物音，因就会发觉讲，其实台语足好耍的。其实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词，包括法语和日语等等。李德心认为，应当按有深色的音乐来表现台语的多元。伊的作品嘛，呈现伊高贵个性。不过，李德心嘛注重描写水、歹、性、自主等等的女性观点，也用一首台湾查某囝来展现无共无样的女性。但心通袂记你台湾的查某囝，温柔的骄傲，思想的坚强。李德心1989年伫台南出世，正11岁就开始参与音乐录音甲出版。伊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专辑《水》是伊头一张台语专辑，拢总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性歌手等等6个奖项。其实这张专辑就敢若讲一件代志，就是原本的你的模样，不管是身体还是心内底，原本你生做安怎，拢无要紧，拢是一种水。
李德新表示，有真侪人捌甲伊讲过，听伊唱台语歌，感情的表达等等比华语更较直接。李德新认为是伊还未社会化以前，母语就是台语，伊毋免变做另外一个社会期待的型，所以唱台语也互伊展现上真实的模样。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一，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